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港股喺23,000附近上落悶悶地啦，但啲汽車股非常之熱鬧嘅，比亞迪同長城咧都有個罵戰啦，甚至有人提出車股咧出現恒大二號。外圍方面咧，有朋友話啦，好多關於美國國債嘅陰謀論啦，話有6萬億美金國債咧會到期，真唔真呢？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先睇下個大市啦。恒指自5月中以嚟嘅變化都唔大啦，一直都喺23,000上下度徘徊拉鋸㗎。貿易戰嘅消息係非常之反覆啦。一時又話法院裁定特朗普嘅關稅違法啦，但開心得冇幾日咧，特朗普就上訴啦，個關稅係繼續實施㗎，甚至係再變本加厲。一時咧又話中國違反咗個初步協議啦。另外咧又話好快會同習主席交談。投資者都要適應翻貿易戰嘅環境啦，唔好太有寄望可以速戰速決，唔好一見到好消息咧就即刻 all in 啦。另外市場都觀望緊咧，中央會唔會喺5月份嘅經濟數據之後落晒啲刺激措施啦？但係內地方面6月份就冇一啲重要嘅決策會議啦，可能都要再等下個時機啦。技術走勢上面嘅話咧，恒指嘅支持位咧喺22,600啦，即係之前個裂口頂嘅位置。星期一嘅時候都試過呢啲位，明顯有支持㗎。再數落一級咧就係22,000點左右個位置啦，向上咧就喺個阻力24,000點。用更加長嘅周線圖去睇嘅話咧，升勢都開始放緩啦。所以短期之內可能都喺22,000至24,000呢個區間度整固㗎。跟住睇下外圍美股啦。自從4月初個低位以嚟咧，美股都逐步反彈，尤其是納指反彈咧，累計最多超過成30%㗎。短線唔排除都喺呢個位置先整固一下㗎。今個星期睇住個就業數據啦，5月份個非農就業數據咧會開始反映個關稅影響。另外留意住咧，日本就話今個月之內有機會同美國達成個貿易協議啦。若果係成事嘅話咧，都會利好翻股市嘅氣氛㗎。市場上面有啲小道嘅陰謀論啦，話美國咧喺6月有成6萬億美金嘅國債到期，暗示有啲咩危機㗎。不過咧，睇翻美國財政部官方嘅數據咧，成個第二季即係4月到6月3個月夾埋咧，到期嘅國債都係55,000億左右嘅啫。而且呢個數咧就唔係啲咩新聞嚟㗎。睇翻2024年舊年咧，每個季度幾乎都係有6萬億左右嘅國債到期啦。當中分析去睇嘅話咧，都大部分超過80%係啲短債1年以下㗎。一直慣常嘅做法咧，都係不停發新債去續期啦，所以每個季度基本上都有幾萬億國債到期，就只係例行公事嚟嘅啫。短債嘅風險就非常之有限啦，性質等同於現金㗎。股神巴菲特旗下嘅巴郡咧都持有大量嘅短債啦，去到3月底申報去睇嘅話咧，佢哋持有嘅短債咧超過3000億美金啦，相當於發行規模嘅大約5%左右啦。比起聯儲局自己揸住嘅1950億仲要多㗎。美債就唔需要擔心太多啲陰謀論㗎啦。正路啲睇翻頭先講到個就業數據啦。如果個勞工市場稍為係溫和咁冷卻嘅話咧，有機會都可以推動聯儲局啟動個減息，拉低個債息咧，都會利好個股市㗎。技術上去睇嘅話咧，納指都係窄幅整固啦。短線上落嘅區間咧都係畫面上面橙色框框嘅位置啦。大約係18,400點去到19,600點嘅。跟住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，關於啲汽車股啦個行業前景同埋啲股份嘅。啲汽車股近來出現啲回吐啦，不過回一回氣係好事嚟㗎。整體行業上面咧，內地係繼續以汽車為刺激消費嘅重點之一啦。國家同地方咧都有啲補貼㗎，加上用啲融資優惠等等咧都會繼續。另外咧，新能源車同埋智能駕駛咧，可以話係中國咧其中一個最有優勢嘅科技領域啦，都會繼續吸引啲資金去關注㗎。不過行業近來有啲負面消息啦，尤其是隻比亞迪，最新一輪劈價之後咧都有好大迴響。同時咧有啲比亞迪嘅經銷商有啲財困啦，以及所謂一啲零公里二手車咧當即係新車當二手賣等等嘅消息㗎。長城汽車嘅董事長魏建軍啦，甚至就話汽車界咧出現咗恒大二號咁話。政府工信部啦同埋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咧都話明確反對個價格戰㗎啦。本來價格戰對比亞迪最有利啦，佢係整合咗上下游嘅生產，而且個規模最大啦，否則佢又唔會不停發動呢個價格戰㗎。但如果行業協會甚至係政府出聲叫停個無止境嘅價格戰咧，市場嘅資金可能都會將個重點放翻喺技術發展方面㗎。行業前景就係唔錯啦，更加將個重點放喺個技術發展。揀咩股好呢？
睇翻咧最新個銷售數據啦，尤其是係睇啲終端用家汽車保險登記數據咧，見到比亞迪嘅增長都開始放慢啦。比亞迪嘅龍頭地位就唔會變噶啦，但係再進一步提高市佔率嘅難度就越嚟越高啦。冇可能成條街咧都係得一個牌子嘅車嘅啫。現階段嚟講咧，更加有利啲後來居上嘅車廠㗎。特別睇下啦，投資者都提到隻吉利咧，正係我哋首選之一。睇下吉利旗下嘅極氪咧，喺5月份最新嘅銷量咧，無論按年抑或按月咧，都有個雙位數嘅增長，而且個實際銷售數字咧都已經升到第2位啦，排喺比亞迪之後㗎啦。今年全年咧，吉利嘅計劃推出10款嘅新能源車啦，都可以幫到佢繼續搶佔嘅市場㗎。睇睇吉利嘅技術走勢啦，近期股價咧都受到比亞迪嘅拖累啦。股價喺高位20蚊以上回落，不過落到50天線方面都見到有支持啦。加埋下邊仲有條100天線咧，都可以視為嘅支持位。向上暫時有機會咧，可以望翻5月底個下跌裂口頂咧，大約19個8嘅。行業裏邊另一隻我哋嘅首選咧係隻小鵬啦。公司公布第一季嘅業績就好過市場預期，而且預計咧今年第4季就可以實現盈利啦。除咗平價車款一啲15萬左右嘅車款帶動銷量之外咧，今年公司仲會推出25萬左右嘅 SUV G7 同埋30萬左右嘅新 P7 嘅房車啦，都可以拉翻高個平均售價同毛利率。扭虧為盈嘅故事都值得憧憬㗎，而且小鵬一直都堅持發展嗰個智能駕駛啦，有機會都喺個技術發展上面跑出。睇埋個技術走勢啦，小鵬冇咩受到比亞迪拖累㗎啦。4月初呢個股價喺60蚊之上見底之後都逐步回穩啦。而且畫面上面見到條紫色嘅100天線咧，都明顯有支持。第一步咧有機會上望翻85蚊左右先嘅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